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4，申命記26章18節安尼講：耶和華今仔日也承認你做伊家己特別的百姓，照伊所應允你的，予你受伊一切的誡命。三甲來祈禱，承認阮做你家己特別的百姓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賞賜豐盛恩典甲活命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使到人民疼痛的慈愛天父。主啊，我們唱歌學落你的慈愛，到日永遠。我們用阮的嘴傳你的信息，到代代。主啊，早期時，我們保養你的慈愛；永時，我們保養你的信息。主啊，求你的聖神充滿阮，予阮通得到快樂甲願望。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倚靠，你是拯救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一生屬於你。你今仔日也承認阮做你家己特別的百姓，照你所應允阮的，予阮受你一切的誡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